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英国哈利王子脱离王室，无王室的职务嘛，长期待伫咧国外。所以讲，英国警方就甲伊的慰安顶级降级。不过，即阵哈利是真无欢喜，就走去告政府，说互高等法院判败诉。哈利王子因人阿某离开英国王室，搬去美国加州了后。 要是清在出席各种的公益活动，第一日英国国王查理斯3世传出调监的消息，伊嘛赶登去英国甲看。不过因为伊已经甲王室的职务辞掉，而且长期待伫咧外国，英国内政部从2020年2月开始，就甲哈利王子慰安的规格降级。不过哈利王子主张讲，伊甲亲人登去甲英国的时阵，要是有安全的疑虑，取消慰安对伊来讲无公平，所以告去甲法院。不过英国政府的法律团队表示，当局会看情形保护哈利。 亲像2021年6月，伊参加伦敦球园活动，去互记者包围的时阵，就要派警察依次特殊。英国高等法院法官听双方的讲法了后，28做出裁决，认定政府并无违法，哈利败诉。在这进前，哈利捌要求以自费的方式，并且英国的警察甲保护，嘛去互高等法院拒绝。不过，哈利的法律责并不是每一届拢拍输。 伊进前告警报报业集团涉嫌以电话偷听等等非法的举动，侵犯个人的隐私。去年底胜诉，后来达成和解，摕到40万的英镑，差不多台票1600万的赔偿。I don't know how staying silent is ever going to make things better. 这是哈利王子伫去年年初出册，公开方式内部进前接受媒体专访的谈话，嘛那像会当反映伊即卖的心情。 现此时已经失去慰安的特权，伊讲为着保护母囝的安全，会继续上诉，争取人身的保护。公司新闻张惠斌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先来看日本三件新闻。日本球星大谷翔平今年转战道奇队，事业当受注目。今日伊阁宣布新消息，讲伊已经结婚啊，对象嘛是一个日本人。 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南韩的外交部长宣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3月要访问韩国，参加民主高峰会，强调面对北韩的核威胁侵权，两国会加强合作。英国《Times》报道，有英国王室上烟道称号的查尔斯国王的侄辈麦西亚金斯顿，向请公司，伊也真少年，才45岁。说的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 美国前总统 Trump 要求纽约上诉法院暂停民事诈欺案，牵涉超过4.5亿美金的判决，是去向法院驳回。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爱达荷州一个连环杀手克里奇，至少是犯5件谋杀案，已经封关50年。即阵感觉是要用静脉注射方式甲执行死刑，医疗团队找8解，说是找无血管，只好暂停执行。 来看意外消息，中美洲洪都拉斯拜三有公车烧弄，至少17个人死亡，10多人受伤。另外，伫个印度中部是有一座铁矿场向放起，4个人无命。救援人员为公车的窗仔门爬入去，甲掉伫内底民众救出来抢救。这个事件发生伫洪都拉斯西部的山区，迄当阵一只较大只的马术，甲一批移民送去西部瓜地马拉的边界了后，空车要转去的时阵，甲对向一只载满人客小只马术相撞，造成严重的伤亡。Es lamentable que tantas personas hayan fallecido en este momento y falta todavía el desenlace final que están las personas que están en los centros hospitalarios. 当地媒体指出，所有罹难者拢是洪都拉斯的居民。目前起诉的驾驶已经去抓起来，警方当地理清事故的原因。洪都拉斯总统伫代志发生了后，嘛随伫 X 平台对死者表达哀悼，答应会互罹难者的家属上大协助。镜头来看印度中部，这个铁矿场伫拜三的时阵向放起，大量的岩石落来。迄当阵现场有14个工人，救援人员赶紧甲待伫土地的工人救出来。 不过，也是有4个工人不幸过往，有2个承包商受伤。डीसी के स्क्रीनिंग प्लांट 3 में रिटेनिंग वॉल का निर्माण कार्य चल रहा था। इसी दौरान जहां पर मजदूर काम कर रहे थे पास का ही चट्टान और मिट्टी अचानक से गिर गया, जिसमें 4 मजदूरों की मृत्यु हो गई और 1 को चोट आई है। 警方指出，迄当阵工人当伫咧无用做厂区的扩建，启动土墙，想袂到挖矿的作业根本就还未开始，就发生这个事故。
现人业者讲，矿场放弃的意外无度预测，会详细调查事故的原因。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墨西哥的研究团队发现，因的首都是出现四点断层。虽然讲目前是敢若发生小规模的地动，不过是真接咧活动。所以讲，这研究团队就认为讲，土骹底可能有更较深的必损。这是2月10日在墨西哥市区发生的小规模地动。虽然警报声提醒大家赶紧离开大楼，也毋过无引起伤济惊吓。根据墨西哥国立主题大学 UNAM 工学院上新发表的研究，为2023年2月23到2024年1月7，无到40天来，墨西哥市区类似规模 1.1 到 3.2之间的小地动，达到23摆较侪。虽然进度无大，也无人伤亡，也是严重的财产损失。也毋过3-2天就来一个地动，若是民众暗时困袂去，地动学者也真烦恼。毕竟位伫环太平洋地动大伤的墨西哥，每隔几个月就有类似规模5以上的大地动。2017年9月的7.1大地动，造成370人死亡，6000多人受伤，会当讲是30年来上惨重的地动灾害。Lamentablemente, pues la ciudad está sobre ella y muchas edificaciones están siendo afectadas, ya que en esta zona se ha movido de diciembre a enero, se movió alrededor de 3 centímetros en algunas secciones, pero todavía no sabemos qué pasó desde mayo del 2023 hasta febrero del 2024, cuánto es el desplazamiento total de esta estructura, porque se está moviendo desde el año pasado. 根据研究团队发现，这个以前无发现的断层，长度大约2.8公里，由西向东跨过墨西哥市的阿罗欧布雷贡甲班尼托华雷斯2个地区，因为是首都圈，人口真密集的区域，引起相当的关注。研究团队指出，这个短暂的高压可能涉及地壳压力的累积，甲首都所在的墨西哥高原的地层下沉。同时，伫地表所发现的超过1公里长的必损之外，下面的地壳结构，更是参更较侪的轨迹，拢爱进一步的研究甲监测。公司新闻徐家珍编译。巴黎奥运今年7月就要起过，真侪设施拢已经起甲差不多啊。为着减少碳排放，这选手村的房间是无安冷气，安尼就去防治机讲，那亲像旧年的热浪热到42度，安尼选手免哪挡会牢。另外，巴黎市政厅受工程师的电脑风头退去，大家就真烦恼讲这奥运的维安计划会互有心人士载去。即阵市政厅是强调讲，机密拢无泄露。巴黎奥运选手村进入修补阶段，目前选手村已经开始放家具，包括房间内设置单人床，客厅有碰椅，浴缸内底也有水槽，特别是为了减碳，选手村内只有地方线，无装空调。We oriented the facades so that they wouldn't get too much sun during the summer, and the the insulation is really efficient. We also are providing naturally cool water that we're getting from underground to cool the air of these apartments. So you will not need air conditioning in the summer here. 比赛期间，选手村会接待超过2万名的运动员。巴黎奥委会估计，相关减碳设计会让这届奥会的碳排放量比前几届奥会减少1半以上。也毋过部分国家又有烦恼，今年热天欧洲一直真烧热，巴黎气温更较是要超过-42度，无空调选手恐惊的是热甲冻袂了。包括希腊甲澳洲等国在内的代表团已经表示，会家己早移动式空调甲电风扇进驻选手村。即马2020巴黎奥运开幕只剩5个月过，伫这个时阵所传出奥运维安计划技术外泄，因为巴黎市政厅一名工程师拜一坐火车时，将牌仔放伫行李架顶，互人顺手摕走。法国媒体隔当天报道，牌仔内底的笔电甲 USB 技术遵仿即摆奥运的维安计划。I can't confirm this information. It was revealed yesterday evening by the media, but no confirmation from Paris City Hall. I prefer to wait to see if this information is confirmed before making a comment. 这个案件引起真大的关注，因为若维安计划真正外泄，落伫不肖分子的手中，后果真歹预料。巴黎市政厅伫2月澄清，这名工程师的业务甲维安无关，市政已经做好治安维护。检调单位指出，碰见的 USB 只有巴黎道路交通的资料，内容并无敏感。暗示维安计划外泄只是虚惊一场。公司新闻邱婉玲编译。法国参议院将通过甲摕囡仔的权利写入宪法，有可能将做全世界头一个用宪法保障打胎权的国家。
女性议员党组会7八赛庆祝这真无简单的进展。法国参议院自备以267票赞成、50票反对的压倒性票数通过将女性对提权写入宪法。那因伫下礼拜2项表决当中过关，法国会成做全球第一个由宪法保障提囡仔自由的国家。On a fait la démonstration aujourd'hui que les féministes sont plus fortes. Et on a fait un pas extraordinaire pour la protection des droits fondamentaux, un pas extraordinaire pour les Françaises, mais aussi un pas extraordinaire pour toutes les femmes dans le monde. 为1974年开始，对提权在法国是合法。在2001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1973年罗素韦德案，对提权合法的裁决，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甲真济个国会议员推动将对提权写入法国宪法。政府主张爱透过修改宪法第34条，明确将妇女对提权纳入宪法保障的自由。不过左右派议员说对权利也是自由条文细节意见无同，相关法案真济摆伫参议院卡掉咧，所以这一摆法案得到参议院同意，对普遍支持对提权入宪的法国社会来讲有重大意义。Donc tant mieux, les choses sont faites. Donc c'est une évolution, incontestablement, qui s'est faite, y compris dans les têtes d'un certain nombre de parlementaires qui ont choisi parfois de modifier leur vote. 法国国会当中无任何一个政党反对对提权，国民议会今年1月就用压倒性票数通过入宪提案，专项需要伫下礼拜日国会2院合并投票当中，摕到3%多数同意，将正式进行修宪。公司新闻杨眼编译。电影《奥本海默》去年真青，剧情是丁宪科学家甲原子弹试验的场景甲争议。不过，这其中是有一群人一直拢无互注意到，就是住伫咧核试场附近的居民。这群无辜的百姓是受到放射性物质的污染，到今已经滚落台啊，也有人咧辛苦白疼，有人着癌。得到真侪大奖票房嘛真好的奥本海默是最近真受注意的电影之一，真侪人嘛认为伊会得到奥斯卡奖。这出电影是丁宪科学家较早伫美国的新墨西哥州做核试验的过程和心内的抽毒，得到真侪肯定。虽然电影拢有讲到各种历史上的场景和故事，但是并无讲到住伫核试场附近的居民。83岁的博里斯是1945年核试验的见证者之一。伊当初24岁7月16日核试验迄天。伊含厝内人都在困，都互爆炸和玻璃吹起的声惊甲醒过来。And I asked him, I can remember asking him, Dad, what happened? Did the sun blow up? Well, it was so bright you couldn't see anything. And after, I guess, 10 or 15 minutes, it just started going away, and it just turned red, and then it went away. And then days later, all this ash started falling out. But yeah, I couldn't figure out what had happened, and nobody else did because they did not tell us anything. 虽然伫奥本海默内面，核试场是一片真空旷的沙漠，但是实际上，伫核试场的80公里内有上千家庭在住。波利斯规家伙仔就是其中之一。迄当阵的试验，互真侪人拢惊到，但是美军敢若讲是弹药库爆炸。即马真相一个公开，波利斯才知影讲，迄当阵的核试验是甲放射性的物质喷射到15000公尺的空中，而且是伫咧雷雨的天气在进行，有毒的物质拢对予水弹来到涂骹，嘛变做迄边的居民规世人的噩梦。I've got skin cancers. You look right there behind my ear. Look right there. You see that stuff? 波利斯规家伙仔拢着癌，伊的兄弟已经因为癌过身。核试验过后几啊年，当地的居民拢相连续着癌，而且牵连几啊代，但是各大受害家庭拢无得到任何赔偿。抗癌真侪年的科多瓦就批评讲，美国政府把因当作是白鸟鼠。We didn't count for anything. They thought we were expendable. 受害者团体指出讲，若奥本海默的制作团队愿意伫奥斯卡颁奖典礼顶悬承认新墨西哥州人民的牺牲，对受害者也是正大的安慰。另外，针对政府，因希望国会较紧来定授权，而且扩大今年6月9日的照着辐射赔偿法，或者会长期互干折磨、经济嘛真困难的居民，会当较紧得到赔偿。公司新闻陈婉玲编译。漫威超级英雄电影《钢铁人》咧飞是真侪大人囡仔的梦想。这喷射飞行装伫咧真实世界当中嘛，真正互发明出来啊！昨伫咧杜拜就举办全世界头一届钢铁人喷射飞行比赛，做伙来看。穿高科技的喷射牌啊，搁用芳心装伫手骨，就会当像钢铁人共款伫空中飞。
8名飞行员预备参加伫杜拜港口举办的全球头一摆喷射装飞行赛，因闪避各种障碍伫空中飞过。 This is going to consist of bringing together a bunch of guys and girls, including a UAE pilot, who are going to push the limits of human and machine technology using our 1,500 horsepower jet suits, flying around an obstacle course over water to really deliver a spectacle that is more akin to a Marvel superhero film than it is anything seen before. 郭平仁本行年伫2017年成功建快乐个人的喷射飞行装，成功对抗地心引力，随后搁设立动力工业公司。这套喷射装无俗，一套爱34万英镑，大约1380万台票。伫一直验证伊的真快使用成了后，有1500匹马力，目前会当以每点钟129公里的速度飞过大多数的地形。 I'm also the only female pilot in here today, so I'm representing for all the women out there. Hopefully we're going to get a load more joining me in the future. I wanted to see it in real life, so I travelled from the UK with my family. And we're just super stoked to be here and watch, the race. It's unbelievable. 这套喷射飞行装重量大约27公斤，装载5座喷芯喷射引擎，会当使用柴油也是生物喷气燃料飞行。那这摆比赛使用的是甲空中巴士的300加波音777客机同款的燃料。布朗尼讲，想要像这套服装伫空中飞行，无需要许可证，利用人类天生的平衡感，佮加上大5分钟的培训课程就会当。那布朗尼也捌伫2020年甲医疗救援队合作演练，以喷射飞行装。 帮助救援人员更较紧到山区，另外也捌参与军事演习，模拟用飞行装登上敌军军舰的情况。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来看一位瑞士的钢琴家亚兰罗切，伊伫演奏的所在竟然毋是伫舞台顶，是吊伫咧半空中。亚兰罗切最近伫咧德国办演奏会，做伙来欣赏。 2月德国慕尼黑要天光进前，气温只有6度。吊伫半空中的钢琴配合电火，钢琴家亚兰罗切列弹钢琴，当前的音符伫10公尺高的空中，穿透力真强。 全球陷入战争动乱当中，人心真不安。为瑞士来钢琴家亚兰罗切选择伫外口的半空中演奏伊亲身谱曲的动机，都是希望伊音乐能甲大自然结合，让大家真实体会大自然的循环，得到内心的平静。Elle s'appelle Winter Solstice et depuis chaque jour je la change un petit peu en fonction des sons de la nature que j'entends. Et en fonction de l'apprentissage que je vis chaque jour, c'est-à-dire d'être en plein air, sous des conditions météo des fois très extrêmes, comme beaucoup de vent, de la glace, de la neige, de la pluie. Et tout ça invite à une nourriture pour la transformation de la pièce musicale. 伊不止是伫半空中弹钢琴，地面听众也拢挂耳机。播送是亚兰用微型麦克去大自然录的大自然环境的声音，甲琴声互相融合，产生特殊的体验。 Vor allem mit diesem Wind, dass der da spielen konnte, das fand ich ja unwahrscheinlich und diese Stimmung ist richtig toll gewesen. Also für mich war das total wundervoll, wobei ich heute das zweite Mal da bin. Ich war schon letzte Woche da und man kann wirklich erkennen, das sind Unterschiede, also allein von diesen Naturgeräuschen und auch seine Inspiration dazu. Also ich finde es wunderbar und ich würde auf jeden Fall wiederkommen. 亚兰罗切为2013年开始，就透过这种倒吊伫半空中的弹钢琴方式，伫全球巡回演出，包含伫家己的故乡瑞士，也有法国，甚至去中国北京。 伊表示，利用这种方式是为打破规则甲惯例，带互听众另外一种无共款看待事物的角度，透过甲大自然声音的结合，伊希望伫乱世当中帮助听众沉静心灵，对未来有希望。公司新闻经文庆编辑。英国地铁的噪音启发科学家的灵感。 伦敦2间大学的研究团队是把噪音转化做刺激海藻成长的养分，把这寡海草摕来做生物燃料。毋若成本较低，产量阁提悬3成，这是虾米原理？来看详细报道。
街路车来去，引进者有够大声。英国伦敦大街路交通噪音常常互当地民众真困扰。即卖英国皇家技术学院甲伦敦大学学院的研究团队有研究员感觉坐地铁时阵交通噪音，就研发出将这噪音转化成做永续燃料的办法。Just suddenly come into our thoughts, so thinking maybe city noise can be something we can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And especially, for example, London City Underground, there are a lot of carbon dioxide and a lot of small particles, which is also important for microalgae farming. 这种用转化音波加做微藻养分的系统，研究团队号名叫微藻波，利用噪音震动空气当中的微粒产生的机械波，佮产生机械引力。微藻波系统主要由高频喇叭、共振器加 T 字形连接器组成，应将宽频噪音转化有利微藻生长特定频率，互微藻因吸收这物质，通过机械引力进一步增强细胞成长，促进微藻制造包含生物燃料等影响小生产的生物化合品。It's a corn-shaped tweeter to capture the noise, and then once the noise go into the resonator chamber itself, we designed the shape in a hexagon shape for two purposes. The first one is to make it modular, and then the second one, it can best resonate the 400 Hz. 研究发现，用噪音促进超细率成长，不止沿降低生产成本27%，微藻的产量佫比一般的超细率提悬30%。生产过程沿吸收二氧化碳，转化做上素来释出。Everything it will need. And odors are absorbed passively. Then at the same time, it will turn the carbon dioxide into oxygen,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microalgae will start growing. 研发团队认为，这项研发有革命性的意义，将噪音加做真正有路用的物件。未来一定要将系统设在车坐路的两边，那边形的共振器不止方便搭起来，沿隔音加做微藻农场。公司新闻陈时东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话是苏比。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